各位熱線義工戰友，大家好呀！好開心可以在這裡同大家親下集。今天我們主要想一起看一下一份好有分量的指南，叫做《存在之光：熱線陪伴與生命意義指南》。大家當是圍爐親下集，一起看一下裡面講的精美，順便幫自己個心插插電啦。試下諗下，當你深夜當值嗰陣，電話嗰頭突然爆出血聲，我真係揾唔到做人有咩意義啊！嗰一刻，你嘅心係咪都會跟住沉一沉呢？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其實分量好重噶嘛。呢個絕對唔係啲咩無病呻吟，而係佢哋個內心世界徹底冧晒地個求救信號嚟噶。今日我哋會分5步慢慢清。首先，猜仔解咩叫做護意義感，跟住學下點樣停留喺黑暗中，然後講下意義治療是啲咩，再睇幾個香港嘅真實個案，最後就係講下我哋義工點樣照顧好自己。放心啦，我會好似戰友咁，一步一步陪住你哋去睇噶。好啦，我哋直接入題啦。第一部分，拆解無意義感。當一個求助者同你講人生冇意義嗰陣，其實即係話佢平時用嚟頂住啲壓力嘅心理防禦機制，已經去到徹底死機、完全輕晒機嘅狀態啦。你哋睇下呢個數字，97%呀！原來根據調查，有高達97% 嘅香港人係經歷過工作過勞噶。你想諗下，香港節奏咁急，生活指數又咁高，好多人每日淨係識得死衝爛衝，當份工俾唔到任何滿足感，反而變成一種令人拖唔到氣嘅死號筒嗰陣，生存嘅意義自然就會俾人榨乾榨正路。咁呢種存在式危機具體表現出嚟是點減呢？我哋可以從3方面去睇下。情緒上呢，佢哋會覺得好絕望、好無助，甚至有強烈嘅內疚感。認知上呢，成個價值觀冧晒，甚至成日會諗起死。去到神為嗰一層呢，佢哋可能會縮埋一邊，換住唔見人，又或者沉迷飲酒、打機嚟麻醉自己。人住呢啲特性啊，我哋接電話嗰陣就更容易聽得出佢哋嘅真實處境咯。明白咗佢哋點解咁痛苦之後呢，我哋就入約第2部分，叫做停留喺黑暗中。呢個亦都係我哋傾電話嗰陣最重要嘅策略。大家要記住啊，我哋做熱線唔係要去醫好佢，更加唔係要做咩人生導師去教訓人。我哋最重要嘅角色其實就係陪伴者嘛。呢個概念呢，叫做並肩同行。我知道好多戰友聽到求助者話想死嗰陣，個心都會好驚，好想快啲拉佢出嚟，同佢講：哎呀，你諗下啲開心嘢啦，不如落街行下散下心啦。但其實咧，你越急住幫佢揾陽光，反而係否定緊佢嘅眼前嘅痛苦嘅。我哋要做嘅係忍住個股想即刻俾建議嘅衝動，勇敢啲，靜靜地陪佢哋坐喺嗰份深不見底嘅黑暗裏面，真正去接納佢哋嗰種無意義感咯。咁點解好地地一人會突然之間全線崩潰咁呢？我哋進入第3部分，講下一語治療理論同埋防疫機制。放心，我會用最貼地嘅廣東話同大家拆解2個心理學大師嘅諗法，包你哋一聽就明啊！首先講下扎普夫提出嘅4種防疫機制。平時我哋點樣挨過生活嗰種無聊同埋虛無呢？第一招係隔離，即係成日同自己咁，唔好諗咁多啦。第2招係依附，將個心寄託晒落翻工作或者屋企人嗰度。第3招係分心，即係瘋狂去狂睇住或者爆馬嘢。當一個求助者打電話俾我哋，通常就代表佢哋依附同埋分心都已經失效，真係頂唔順啦。而佢咁打個電話嚟同我哋傾偈嘅個動作呢，其實就係行整第4步，叫做升華，即係將份痛苦轉化做對話咯。跟住接落嚟就係弗蘭卡嘅意義治療啦。佢話俾我哋知啊，人活着最大嘅動力就係去追求意義。雖然話人生一定會遇到痛苦、追求同埋死亡，呢啲叫做悲慘3重奏，但我哋永遠都揸住最後一樣自由，就係選擇點樣去睇呢份痛苦。當求助者佢換個角度去面對嗰陣，呢個就係佢哋撫養嘅種子嚟噶啦。好啦，理論講完，我哋落翻地啦，入第4部分香港真實案例。咁我哋一齊睇下到底點樣將頭先講嗰啲嘢實實在在咁用落去聽電話度啦。睇下第一個個案先，一個30歲嘅打工仔，每日做10幾個鐘，覺得自己好似一部壞咗嘅機器咁，返到屋企只有埋現時，真係好孤單。
遇到呢種去到極度肝糖孝盡嘅情況呢，我哋要將佢嘅感受正常化，話俾佢聽呢個唔係你唔夠叻啊，而係香港呢個高壓社會逼到大家都吐唔到氣之慢，而俾佢知道，覺得佢先係絕對合理噶。第一個個案就深層次啲啦。朝住者覺得人類生存根本就係一個錯誤，人生毫冇意義。呢種情況我哋叫認知機機。呢個時候千萬冇好同佢講，哎呀，世界其實好美好噶，呢啲行我嘢啊，佢實聽唔入耳噶。我哋反而要用升華嘅技巧去警防佢對生命竟然有咁深刻嘅反思。深藏佢係咁絕望嘅時候，都仲願意打個電話嚟同另一個人建立連接連結。單單係近打嚟呢個動作本身，其實已經好有力量噶啦。第三個個案呢，連續睡眠咗3個禮拜，成個覺得自己係個罪人。呢個情況其實好危險，因為佢生理同精神都已經差到去臨界點，甚至有啲精神病理嘅跡象出現緊啦。我哋第一件事呢，一定要幫佢冷靜落嚟先，留意住佢身體去到咩程度，可能喺電話度陪佢慢慢偷順條假氣先。等佢平靜少少呢，再慢慢引導佢去諗，願意面對翻過去做錯嘅嘢，其實已經需要好大嘅勇氣噶啦。原來罪疚感都可以轉化成改變嘅動力喎。嚟到第4個個案，係一位啱啱冇咗老伴嘅公公或者婆婆，佢覺得自己變咗個透明人咁，呢種痛就徹底失去咗依附你嗰種痛啦。老人家其實好驚做人哋負你噶，所以我哋俾心機嘅聽佢講嘢係超級重要。我哋可以主動邀請佢分享下以前同老伴最深刻、最開心嘅回憶，幫佢重新作翻內心世界嗰份愛。要等我知道，起碼喺呢個電話裏面，佢絕對冇唔使透明嘅。面對住呢啲咁重嘅無力感，好多人會卡死喺一個位，覺得做人就一定要有意義。如果揾唔到呢，就肯定係自己有問題啦。但其實呢，我哋可以試下同佢講，人生有時暫時冇意義都得噶喎，不如當係俾個靈魂放下假，偷下卡好冇？你睇下，換個角度咁樣去重新詮釋成件事，聽落去係咪即刻舒服好多啦？請問點樣幫人？最後我們來到第5部分，就是義工的自我照顧了。做熱線誠摯都要吸晒啲負能量，我們自己都一定要試着保養住自己嘅心。如果不是，真的好容易會燒盡自己 burn out 的嘛。第一步呢，就是要將自己嗰份無力感升華。有時我哋聽完一個好重嘅電話，發覺好似幫唔到對方咁，自己個心都會覺得好灰。唔緊要噶，將呢種叫做替代性創傷嘅挫敗感攞出嚟，同督導啊，或者同我哋班戰友傾下分享下，將嗰種覺得好幫唔到手嘅無奈感，轉化做大家一齊學習、一齊檢討嘅寶貴經驗。大家互相扶持住咁，繼續行去啦。另外呢，有一招叫做去中心化嘅自我釋放，聽落好複雜，其實即係話你唔使下下逼自己做一個咩都識解決嘅完美導師噶。有時候你坦白同埋求助者講，聽到你咁講，其實我都唔知點算好，或者我都覺得有少少迷茫。呢種人與人之間最真實嘅脆弱，坦白講，有時反而比你喺度扮鎮定、拋書包更加能夠安慰到人噶喎。好啦，去到尾聲，等我哋總結下今日最重要嘅幾點啦。第一，要識得接納求助者嗰種無意義感；第二，幫佢哋睇下到底係邊啲防禦機制已經失效壞臨咗啦；第三，陪佢哋喺生活入邊揾翻啲維持嘅意義出嚟，哪怕只係每日準時餵下屋企隻貓咁細嘅事都得嘅。最後，記住要照顧好自己，俾自己有脆弱嘅空間。將呢幾周大落大，下次當次聽電話嗰陣就定好多啦。呢度最後呢，我想留低一條問題俾大家慢慢哼下。每當熱線電話響起嗰陣，嗰度都係一個脆弱嘅靈魂發出嘅微弱信號嚟噶。面對住嗰片深不見底嘅虛無，你準備好配啲料係合眼嘅中圍啊！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啦。我哋下次有機會再慢慢傾過啊！拜拜。